另外，再來看這清德縣竹北有一間加油站，竟然發生這性騷擾的代志。一個公車司機呢，佇咧加油的過程當中是烏白望這加油站的查某員工，這畫面攏互監視器甲翕落來。警方即馬已經依法偵辦，原來這公車業者嘛已經甲這個司機停職調查，另外女員工嘛要甲司機提告。公車司機來到加油站加油，油攏已經加好啊，煞閣唔離開。監視器畫面會當看到，公車司機後一秒若像伸手去望加油站女員工，員工驚到了，趕緊用手去擋，避去邊啊！我們離客人那麼近，肯定會擔心啊。這個動作不好哦，這個不雅的動作我們要制止，我們不能讓那個客人這樣子，連同家長要提告，哎呀，那我們公司就協助他來完成這個事情。代志發生在新德縣竹北地區的一間加油站，警方接到報案了後，也已經依法偵辦，公車業者也已經甲這個司機停職進行內部調查。接獲報案後，已立即依規受理並通報，後續將依法偵辦。在此呼籲，應尊重他人身體自主權，切勿有性騷擾行為。本公司針對此事高度的重視，那目前已經將涉事員工停職，並啟動內部的調查程序，將依相關的法令以及公司規定對該名駕駛進行處置。根據了解，這個伸豬高手的查甫已經不是第一擺安尼生，目前加油站受害員工加家屬也準備向對方提告，予伊付出代價。記者杜根和新竹報道。